mà là vô đó nè. Đi học đi học. Cắt bóng keo.在开摩托车。
咱俩从波球回来，接电话嘛，接电话。哟，这个摩托车它要哭了。哦。啊，这上，接电话。现在我们两个回去拿茶了。我叫韩水的，他叫小舅。我是他的姐姐。对面的风景好美嘛！看看，这是老挝的风景。这个摩托车它要哭了。我们出发来，从老家到波丘省，就是昨天，今天刚刚从波丘回来，要回老家。在这里没有网络信号。这条路有点歪。特别多的山，这是老挝皮卡车嘛，他们跑得很快。他在接电话。我们正在路上，马上要回去了，要下雨了，去。啊哈，A C 的。继续。